其實可伯都會受影響喎。你同咗一個人同居咗之後，或者相處咗之後，你嘅性格都會。好啦，天光代表啲乜嘢？表面，哇！使乜爆出嚟係嘛？表面嘅表象，咁地支呢，內心世界話好好啊嚇，咁即係話，而月令呢係呢一個位置啊嘛。月令係代表啲咩呢？即刻停咗。整定嘅。梗係整定啦！我喺呢個月出世噶嘛，梗係整定啦。最重要嘅嘢，屋企環境係嘛？月令由於有大自然嘅加持，佢唔係純粹一個字，係咪？好啦，即係你諗下喎，喂，你點樣判斷呢4個地支裏邊嘅力量係邊個強啲，邊個弱啲啊？地支主力量係咪？但係邊一個力量代表強啲，邊個力量代表弱啲？你點睇啊？冇喎，其實每個字都係均等噶嘛。但係唯獨有一個字，佢係會有額外嘅加成嘅，就係月令啦。月令嘅加成係大自然嘅加成嚟㗎嘛，所以呢一個佢賦予咗你一個好強嘅特質力量開始。所以我哋第一步永遠從月令開始睇呢個八字有乜嘢嘅特性。好啦，所以由月令開始睇嘅一個就係最大嘅特點，而且你都可以講，由於係父母宮，父母對你嘅影響呢就最勁嘅，係咪？咁而月令就係代表父母啦。好啦，而日支呢就有啲唔同嘅，日支呢就係自己坐住嘅，我哋可以講係你真實嘅本質嚟嘅。你一個點樣嘅人就係呢個本質，你坐住啲乜嘢？譬如你個八字坐住雙官嘅話，呢個人一定係 hea 多啲嘅，佢未必咁想努力嘅，同埋唔中意守規矩嘅。如果坐食傷嘅人，多數都係咁嘅。而食傷好重嘅人呢，有個特點呢，就係好有同理心嘅。同理心唔係代表我一定要生小朋友，同理心可能係小朋友、小動物，人哋嗰啲佢可能好有愛心去照顧，自己嗰啲就未必會想生啦。呢個就係食傷好重嘅人嘅性格。可能自作官嘅人咪好有原則咯，係嘛？自作財星嘅人正財嘅話，咪可能好執着，好公平，好想要錢咁樣咯，係嘛？好重視錢咁樣。如果自作偏財嘅人呢，就對另一半好疏爽嘅，反為會大方啲。咁你自己坐住呢個就係一個好主要嘅內心性格，因為我自己坐住，呢個係一個特點嚟嘅。咁所以你嘅月令就係由於父母帶俾你噶嘛，呢一個就係月令所帶嚟嘅特性。好啦，而細個你諗下你即係香港，你都起碼16、17歲、18歲先離開屋企啦，影響你18年嘅人，咁當然影響得好深啊！呢個就月令，even就算佢冇照顧你離開咗你，都影響得你好深啊！因為童年冇咗一個家庭嘅庇護啊嘛，係咪？所以月令係好深嘅。但係當我哋成年咗之後啦，我哋就同你另一半你自己組成家庭啦，係嘛？好啦，而日支當你結咗婚之後，你會唔會對你自己有影響啊？好啦，喺係咪寫可伯未同佢隻抽介選佢嘅時候，可能你覺得佢嘅性格會唔會俾阿河馬影響到啊？係嘛？河馬可能好現實，好貪錢，係咪？佢想話俾人聽，我要流量，我要換錢。好啦，其實可伯都會受影響喎。你同咗一個人同居咗之後，或者相處咗之後，你嘅性格都會俾你另一半影響。所以日支都係會代表咗另一半對你嘅影響嘅，就係你結咗婚之後嘅性格性情。冇人係冇被改變過嘅，係嘛？而且大多數人嘅戀愛模式係點樣啊？想對方改變啊嘛，多過自己改變啊嘛。我想人哋改變，而唔係自己改變嘅。人性嚟嘅，係咪？點樣都好啦，你有相處噶嘛，都會受另一半所影響嘅。呢個就係日支所講嘅嘢啦。好啦，如果我哋將呢件事擴大到去外邊嘅，好啦，年干就係代表祖父輩啦。好啦，所以細個如果你行到啲運呢，衝到祖父輩嘅嗰個年柱嘅話呢，好多時呢，嗰個祖父輩嗰啲人啊，即係阿爺阿嫲，可能會有離開咗人世啊，成日會特別早啲走嘅。有啲人未必走嘅就，如果但係年支喺大運嘅時候被沖，好多時都會走嘅，即係祖父輩會離開，有咁嘅情況。因為年柱就係代表祖父，即係其實仲要係代表你阿爸阿媽以上咁多代都得嘅。即係你可能曾經出身好好嘅，但係你完全唔知嘅，你可能乜乜將軍嘅後代，但係已經沒落咗㗎啦。其實可能喺呢度都會反映到嘅，你知或者唔知都唔出奇，但係就係㗎啦。好啦，而月柱就係代表家庭啦，係嘛？即係你嘅父母啦，甚至乎再代表你嘅兄弟姊妹啦，
都係代表月柱嘅。咁而喺時柱就係代表你嘅仔女，甚至乎你嘅寵物啦，受你庇護嘅人物或者事物啦。好啦，咁如果我將呢件事擺落去工作環境度嘅時候，唔係講屋企人啦，年嘅話咧就係代表你嘅上司老闆喎。好啦，而年月都可以代表你嘅同事喎。好啦，而日時就係代表咩啊？你同你之間嘅下屬，你自己嘅身份去講嘅。好啦，所以你就可以代表啦，你擺喺邊一度個年柱、月柱、日柱、時柱，就係代表緊唔同嘅嘢啦。喺你嘅環境度，我擺家庭就有家庭嘅特性。好啦，擺工作嗰啲人就代表工作嘅嘢。所以我哋就話啦，如果你嘅生肖犯太歲逢沖嘅話，你工作變化都會好大。個原因係因為年支就係代表工作，年柱就代表工作，逢沖就一定會有變化波動。好啦，就算好定唔好都好啦，都係有變化，因為佢本身就係代表你嘅上司老闆。咁你嘅上司老闆轉咗，你覺得你工作會唔會有變化？係咪？佢形容緊你上司老闆嘅變喎，係咪？咁但係你話我唔係我打政府工嘅，係嘛？咁你轉部門都得㗎嘛？當你轉部門，你嘅上司咪會轉咯，係咪？所以喐到年支，某程度上就有啲波動變化，你點都會覺得有嘢變嘅，就係咁啦。好啦，而日柱就係當你去到講你論自己屋企嘅時候啦，你同你自己結咗婚嘅另一半啊嘛，係咪？好啦，咁你就可以點啊？當我套落去，當你結咗婚之後咧，本身你阿爸阿媽就係好近嘅。但係，當你結咗婚之後咧，你嘅年月咧就代表外家，即係你阿爸阿媽嗰啲，或者你老婆嗰邊阿爸阿媽。而日時就係代表你自己屋企啦。所以即刻會有親疏嘅分別嘅。當你結咗婚之後，阿爸阿媽唔係你最親嘅人啦，而係年月先啊，即係佢哋係外邊嘅親屬。你自己屋企就係你同你老婆同你仔女之間嗰個嘅家庭環境關係啦。